西番雅書第2章，不知羞恥的國民啊，你們應當聚集，趁命令沒有發出，日子過去如風前的糠，耶和華的烈怒未臨到你們，他發怒的日子未到以先，你們應當聚集前來。世上遵守耶和華典章的謙卑人啊，你們都當尋求耶和華，當尋求公義謙卑，或者在耶和華發怒的日子可以隱藏起來。迦薩必致見棄，亞實基倫必然荒涼，人在正午必趕出亞實突的民，以革倫也被拔出根來。住沿海之地的基利提族有禍了，迦南非利士人之地啊，耶和華的話與你反對，說：我必毀滅你，以致無人居住。沿海之地要變為草場，其上有牧人的住處和羊群的圈，這地必為猶大家剩下的人所得，他們必在那裏牧放群羊，晚上必躺臥在亞實基倫的房屋中，因為耶和華他們的神必眷顧他們，使他們被擄的人歸回。我聽見摩押人的毀謗和亞捫人的辱罵，就是毀謗我的百姓，自誇自大，侵犯他們的境界。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說：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摩押必像所多瑪，亞捫人必像蛾摩拉，都變為刺草、鹽坑，永遠荒廢之地。我百姓所剩下的必擄掠他們，我國中所餘剩的必得着他們的地。這事臨到他們，是因他們驕傲，自誇自大，毀謗萬軍之耶和華的百姓。耶和華必向他們顯可畏之威，因他必叫世上的諸神受辱，列國海島的居民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。古實人啊，你們必被我的刀所殺。耶和華必伸手攻擊北方，毀滅亞述，使尼尼微荒涼，又乾旱如曠野。群畜就是各國的走獸，國或作累，必臥在其中。鵜鶘和箭豬要宿在柱頂上，在窗戶內有鳴叫的聲音，門檻都必毀壞，香柏木已經露出。這是素來歡樂安然居住的城，心裏說：唯有我，除我以外再沒有別的。現在何竟荒涼，成為野獸躺臥之處，凡經過的人都必搖手嗤笑他。